各位親愛嘅觀眾，大家早上好、中午好、晚上好，我係伍 Sir。喺開始之前，請支持我哋嘅影片，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精彩內容馬上開始。中國隊又輸球，中國隊近年嘅數據呢，勝率只有30%嘅，傳球成功率更加只有業餘隊水平嘅13%。3月25日晚，世預賽亞洲區18強賽第8輪，國足喺杭州主場作賽。本場現場觀眾人數達到70588人，創造咗中國足球歷史新紀錄。可惜喺現場超7萬名球迷嘅瘋狂吶喊中，中國隊上演超級失誤，以0-2不敵澳大利亞隊。備受關注嘅外援祖連奴同埋黃玉棟繼續替補。上半場呢係一個如噩夢般嘅開局，讓人絕望嘅唔係0-2嘅比分，而係主教練固執嘅指揮。中國隊上半場僅3次進入澳大利亞隊禁區，幾乎冇形成有威脅嘅進攻。0-1輸俾咗沙特藍足，0-2輸俾咗澳大利亞藍足。在世預賽18強進行咗8場比賽之後，中國藍足嘅成績係2勝6負積6分，小組墊底。雖然理論上仲係有機會進入附加賽，但係只有數學上嘅可能。球迷戲稱喜歡食海參嘅中國藍足係中國人民最可靠嘅理財產品。好多愛國群眾一邊為國家隊吶喊助威，一邊重倉投澳大利亞，大比分贏中國國家隊。打越南可以輸，打沙特可以輸，打阿曼仲可以輸，隨便係支足球隊都可以贏中國隊。如果愛國有邊界，我覺得我哋應該將中國藍足排除在外。不過話時話，咁樣嘅中國隊先至係中國隊嘛？你哋話啱唔啱？好啦，裁判吹哨就時間到，真係好唔捨得大家。波的確係完嘅，但係每場波只會有90分鐘。我哋下次見，再提提大家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Thank you，我係伍 Sir。